市午间剧场，难忘风雨情。阿妹，一世人强，我恐惊落来后世人做我都幸。无去啊！你通放我一个人做你走，我等你20多年，这么简单才等到今仔日，你绝对袂用放我一个人做你走。无去啊！无去啊！无去！无去啊！无去啊！无去啊！别过。行，真好来。李慧啊，你有安怎无？我无紧啊。你面色无啥好呢，是毋是昨暝无困？敢要去体一个？等下较早去看厝哦。无紧啊。安尼是毋是暗伊毋肯搬哦？伊去搬嘛，着爱搬。我阮妈妈身躯的钱，为着替阮爸爸料理后事，已经开甲差不多啊。就纯粹讲，阮无欠银行的钱。我甲阮妈妈两个人，嘛无法度搁住遮尔大间的厝。我实在足无路用，无法度来保护着你甲阿姆。这间厝对伊来讲，这间厝一定有真侪难忘的回忆。我对天咒诅，有一天我一定要甲这间厝爬倒转来。并非。你稍等者，我去看妈妈一下。妈，我找一个2面就转来。妈，妈，我人是走迄倒。妈，
你真心啊！妈，你哪会甲我放咧，无要插我？妈，你真心啊！妈，唔敢讲，你再来个命。医生怎讲？俺无代志啊。医生还搁伫咧内面。李慧，你免烦恼啦。医生拄仔毋是有讲啊，暗食迄是定情剂，而且伊食的分量也无偌济，对人体袂有偌大的伤害，暗一定会好起来。来，这是带伊保证紧的收据，你紧收咧，莫放紧咧。李慧，这个钱，卡在我今仔身躯有地穿伫的。本来这是拍算要去税厝押金，毋过咱都无去看厝，厝大概就纯粹有办。不要紧，连工我再陪你去看别位。多谢你，等我若找到工课，我一定将钱害你。李慧，你若搁安尼讲，我是要生气啊！敢讲咱两个人搁需要分解遐尔清楚哦？李慧。医生，你帮我精神啊未？我敢袂用入去看伊。我看也是互伊加休困一时啊。对啊，林小姐，恁妈妈到底会想到啥物气息？啊无伊哪会做出这种戆代志？阮爸爸无偌久之前过身去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无怪伊连一寡求生欲望拢无。医生啊，安尼我该安怎做？伊才会袂阁想要自杀？当然是加陪伊，莫互伊有胡思乱想的机会。还佫有，恁妈妈的肝本来就无讲介好。爱互伊随时保持心情的平静，莫互伊受到外界的刺激，安尼对伊的心脏甲神经拢无好。我知影，医生，请问者，阮妈妈啥物时阵会用出院？我看也是互伊加大几工啊，等伊身体调养较好，才转去啦。多谢。不要紧啦，美惠，钱的代志我来想办法。你尽量陪阿姆，可能还想较开个。哎，歹势，酒来吼，来，老弟吼，陈总样？来，李辉啊，你来，进来，请你家，对，哦。陈总样啊，南山的就免啦。啥物人在唔练，这嘛钱呢？你讲有哦。看啥？唔捌唱过哦。练，这我会使听啊。哦，我头唱袂使听，拢炸出来一万块。头家啊，我的面煮好啊未？我已经等真久啊呢。啊，等真久是安怎啦？你无看我两块无闲哦？哎，食，一工到干那顾食呀？你敢知影讲即摆有人破病带病医，迄医药费根本付袂出来咧？干那顾食啦？有同情心无啊？笑，笑诶！并且嘛，哎，你不叫笑诶你？我靠，要搁甲我食免钱，搁骂我笑诶，臭鸟哦！陈总样，歹势吼，互你得失着你的人客。对啦，你若拗客，我才无咧遗憾咧。啊对啊，你啊，这钱哦你看有够，若无够，我才想办法甲朋友搁转去。安尼唔好啦，若是说知影你伫外口共借钱吼，伊会真生气咧。哦，讲到我迄只好爸母哦，我真正无你的法。我这面当安尼，逐工咧排，我辛苦趁一寡钱，啊，总共啊轻轻的。啊，迄食粉哦，你看，食粉啊，安尼一工，嘿嘿，你看一工买2支尔。伊安尼嘛是为着你的生活咧设想啦。惨啊！我这声甲你做生意的钱拢摕去，你转去变怎交代？三摆兄弟啊，若讲到这吼，我打就想好啊，我就骗甲讲，这警察来开罚单啊，啊，今日所收的钱拢去付罚单。田总生，我要替美惠甲你说多谢，美惠你甲照顾，甲帮忙，伊实在足有福气。啊，三八啊，你甲讲这是要创啥？紧去啊，紧去病院赔委费啊，吼。哎，会记哦，对较好哦。啊，若无吼，你看做啥？混头母啦，我绝对对你落客气，我跟你讲，吼。我来记。好。
较细滴哈。联谊优惠总共是34000块。哦。34000块。小姐，我身躯有14000块，剩的2万，我过2工再去退来好唔好？你真是啊？你若要叫我，我互我甲恁爸爸做伙见了。妈，你真是敢放我一个人，不爱管我心。其实多年来，拢是咱2个人相依为命。你若真是要有想要我陪你做伙。讲查某囡仔，你也阁有真好的未来咧等你，啊我咧，我啥物都无，我加痛苦。妈，你莫安尼想啊，你还阁有我。我又阁老，啊又阁破病，我敢若会当拖累你，也阁有啥物好处？妈，我从来就无感觉你拖累我，你爱答应我，你爱好好活落，若无阿爸伫个纠缠底下就袂安心。恁阿爸已经过身半个外月啊，我毋是毋甘迄间厝，我是会惊讲，咱若搬走了后，丽玲若转来找咱，啊找袂着人，伊一个查某囡仔是要安怎咧？妈，你放心啦，不管阮搬去倒，我一定定转去看。只要有丽玲的消息，我一定带伊转来看你。妈，你莫有袂振当啦！医生讲你暂时袂用倒来啦。我无代志啊，你甲医生讲，我要出院，我要转来厝的啦。袂用的啦，医生特别交代，你还伫咧遮倒1礼拜才会用出院啦。迄要哪会用的？咱欠的钱，敢是早就用了了啊？美惠，你坦白甲我讲，我大姨这的钱是倒位来的？你若毋讲吼，我1分钟就不爱倒来食。我讲啦，是美惠笑咱的。是伊。妈，我找着工课就借钱害伊。我知影你无希望我甲伊来往，我会甲伊讲好清楚，叫伊莫过来找我。美惠啊，妈妈毋是这个意思。妈妈以前不准你甲明辉来往，完全是为着丽玲的关系。美惠啊，妈妈看会出来，明辉是一个值得你倚靠的对象。你家己要好好把握，知影吼？明辉啊，你伫当时倒哪？哪会家坐坐啊创啥啦？妈，我求你啦，你替我去甲阿爸求情好唔好？我实在足不忍心看着母仔囝连一个大个所在都无。妈，你替我去甲阿爸求情好唔好？我就蛇以后我逐项拢会听伊的，我袂搁再惹伊受气啊。明辉啊，你听妈妈讲啦，毋是恁阿爸毋肯帮忙你，可是咯。恁阿爸家己嘛是有困难伫的，伊迄工程要倒啊！阿爸的工厂要倒啊？迄要哪有可能？恁阿爸吼，就是惊咱烦恼，毋则拢毋敢甲咱讲。其实吼，这1、2年来，外口的景气实在是足歹。恁阿爸的工程
早就欠人一大堆啊！阿爸即马人呢？去南部啊啦，就讲哦，要去找一寡朋友啦，还袂甲因借看有钱无，通好买新家去啦。阿爸工程要倒啊！你敢拢毋捌甲我讲过？我嘛一直拢毋知影，是到讲你顶一摆要倒转甲伊借钱帮助恁董事长的时阵，伊才甲我讲即件代志的呢。明辉啊，恁阿爸吼，绝对毋是一个足无情的人，伊嘛有迄个心吼，想要甲你斗相共。不过，伊确实有影有困难伫。阿爸做生意就一向足谨慎、足细致的，伊较会去冒即款险呢。恁阿爸吼，就是伤过古板啊，安尼对时代免哪对得着？这几年来吼，咱北京工厂早就改迄个自动化的生产啊呢。我嘛有甲讲啊，伊搁较闹吼嘛唔肯讲哦，去改变迄个自动化的生产，干嘛咧惊讲遐个员工无饭好食啦？像安尼啦，安尼是要安怎甲人会比拼呢？啊，我去工厂帮忙的时阵，伊较无甲我提起即件代志嘞。我嘛有甲讲过啊，伊就讲哦，你的兴趣根本就无伫迄间工厂啦。你阿爸嘛无想要勉强你，而且伊嘛无想讲要拖你落水啦。明辉啊，你定定咧怨叹恁老爸对你伤严格，无了解你。其实，伊比啥物人搁较爱你，你知无？啊，伊即摆有生意拍算无？我嘛无清楚。恁老爸哦，一世人，伊向是安尼，有偌济钱做偌济头路。伊即摆要去甲因朋友借钱，我相信伊的生活一定真艰苦。伊嘛有甲我讲哦，无论安怎，即间工厂一定要维持落去。有这个老本，将来交互你，不管你是要去卖掉，或者是要搁继续经营落去，安尼你就免去外口甲人拼生拼死。妈，我对不起恁。我明辉啊，做爸仔母对囝的心，永远拢袂后悔啊！妈，啊，你的选择手指咧？你的药权咧？我都拢甲卖掉啊啦！啊，规日吼，啊挂遐尼济年啊，挂甲真神啊啦！明辉啊，啊讲几步，你巴肚会枵无？妈妈来煮一点仔宵夜互你食吼。对啦，啊这阵仔哪拢无看到阿土啊？因阿爸过转去参加斗相共啊。明辉啊，你倒转来甲恁阿爸斗相共好无？明辉啊，恁阿爸这一抓落去南部，除了讲甲因朋友借钱以外，嘛想煞要看新家去呢。啊，你嘛知影讲哦，恁阿爸册读无济，啊，逐工都爱对遐外国客户讲英文，啊，都爱甲因学讲迄个新家去安怎操作。那这件代志吼，对伊来讲实在有影真正无简单。你落去甲斗相共一下好无？明辉，恁阿爸年岁也遐尼啊济啊，你嘛拢了解伊的个性，伊就敢若吼要爱面子尔啦，啊有当时啊看咧死啊硬嘴巴，妈妈嘛实在是真烦恼。伊家己一个人伫咧南部，嘛毋通有食有困。万一若三顿妈，妈，明
辉啊，妈妈拜托你，妈妈求你啊妈！你莫安尼啦，你安尼讲是要叫我这个做后生安怎做好啦？免会。李小姐，看你过来坐好无？小姐，有啥物代志是？你妈妈用的还阁欠2万块呢。顶回有一个先生讲昨暗要摕来，啊，毋过到即马拢无看到伊来。是嘞哦，无我来敲电话叫人先送钱过来，歹势哦。